西域這一塊地方總是不得安寧，各城邦一直人心惶惶。朝廷設置西域都護府，就是要穩住他們的心。我也知道他們人數众多，不自量力也好，以卵击石也罷，但是我們一定要去救，這是大汉的決心。300人不能就這樣戰死，事已至此，我們就跟他們打到底。校尉有何打算？敌众我寡，唯有智取。程峰，取箭矢来！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！汉军有神箭相助，凡中箭矢者，必将惨死。祖国这里入毒，快使平哥走路离王！神箭一击，只为击溃人心。对方笃信鬼神之說，今夜天降大雨，此乃上蒼助我。趁其人心惶惶之時，出其不意，必將有強烈震慑之效。大雨之下，无所畏惧的汉军仿佛雨夜的幽灵，在对手的大营中横冲直撞，士气之高让对手也不禁感叹：汉兵神真可畏也。2次交手让游牧骑兵越来越摸不清汉军的虚实，只能暫時撤退，伺機而動。如今都護府和柳中城情勢不明，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。金浦城四周荒蕪，不宜久留。今夜我們就要向北轉移至疏勒城，那裡3面環山，易守難攻。最重要的是，疏勒城傍有澗水，可固守。范強，你立刻趕往敦煌取冬裝。天山積雪，8、9月便異常寒冷，沒有冬裝，我們都會被凍死。諾。